香港大學曾經連續3年獲評為全球最國際化嘅大學，非本地教授人員佔接近3/4，學生更加係嚟自五湖四海。嚟自土耳其嘅 Bulatan 就選擇入讀港大新成立嘅創新學院。I was heavily shifting between is it going to be United States or Greater Bay Area with Hong Kong. After doing a much more research, HKU's own incubation program, that kind of sport motivated me much more. 高度國際化、多元化嘅校園生活，亦令本地生 Ariel 擴闊視野。同唔同嘅同學傾偈嘅時候咧，都會發覺可能大家即係嘅生活模式啊，佢哋諗嘅嘢，點樣去睇呢個世界都係非常之唔同。咁我覺得係幾好，因為真係可以了解唔同嘅文化，或者佢哋會用佢哋自己國家嘅一啲嘅例子啊，去一齊去即係討論，其實係真係會產生到好多新嘅 idea。港大與全球51個國家同地區嘅445間院校簽訂咗交流協議，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嘅海外學習同研究機會。多元背景促進咗跨文化交流，擴闊學生嘅國際視野，令佢哋喺畢業之後，無論選擇繼續深造、投身職場或者創業，都可以開創無限可能。